發生啦。来不。万平安。嚟到呢一個角度，根本你唔會有辦法可以想像得到巴西人對足球究竟有幾瘋狂。以上係灣仔王冠軍喺巴西。立法會地下鑽窿鎖鐵馬，黑箱作業嘅制度，呢、個 hole 好明顯，正一 black hole。阮子健換上開外，強陣戒備，鐵馬布防。哇，咁多鐵馬嘅，有寓意。門字邊裏邊有隻馬，莫非有暗示？潘小桃，立法會今日禁止公眾人士踏足，仲封閉埋示威區，有出動過千嘅警員包圍立法會大樓喎。做乜嘢啊？逼啲議員通過新界東北發展嘅撥款啊？嬉笑怒罵，與時並舉，在晴朗的一天出發。本節目只反映節目主持人及個別參與人士嘅個人意見。係頭先我入呢個錄音室嘅時候，見到我哋嘅節目嘅鐵馬阿張文啊變咗一個好啊，係咪一個黑洞咁樣？真係好遠啊，唔知點樣。我話你做乜嘢啊咁樣啊？啱啱咧佢話跑完步再睇波，跟住翻工。哇，跑步，跟住就睇12點鐘嗰場，再睇3點鐘嗰場，轉頭起身翻工啊！所以咧，我哋嘅同事咧最緊要咧就係24小時咧一路直擊住張文嘅呢一個狀況。我驚突然之間咧，從此以後啊，見唔到呢一個咧一語中的嘅張文係嘛？我哋就死啦！今次真係，一叫佢差唔多合埋啦，就拍死啦！拍死啦！冇瞓啊！知佢啦，佢一少少黑埋我就鬥巴死啊！鬥巴佢就打啦！勝過啦！如果佢再唔起身嘅話咧，我帶佢去 IFC 嘅廁所度，冇精神好抗神係嘛？啊，咦，好大反應喎喺度係嘛？小道，咦？零點喎，有零點喎，突然之間咦有個房門突然間唔熄咗又熄嘅，係咪黑？哇！好敏感啊而家。OK，喂，先講邊樣嘢先啊？喂，阿小桃，你啊，梗係講下啲你個 friend 啦，係嘛？神奇隊長係啦，神奇隊長今屆嘅世界盃已經完咗啦，完咗啦，提早結束咗啦。哦，係啊，因為同我因為 TVB 唔播啦，係咪？唔係長期播，所以你已經完咗啦。7月4號先再播，好似話係。咁啊，但係就即係對於我嚟講咧，今屆世界盃因為英格蘭一定出唔到線嘅，睇個款啦嚇，即係而家你唔好咁講喎，啲英格蘭球迷好大反應喎，呢啲都。喂，數字上面大家都要接受現實㗎係嘛？你反應幾大都冇用啊，因為你事實上係尋日第一場，其實都唔係即係完全唔收貨嘅一場波咯。雖然第一場波我覺得都勉強啦，即係其實對意大利嗰場咧輸得都即係有啲心火火，因為對方實在太表現太好啊嘛。但係呢一兩球其實我覺得都係自己有啲即係失誤咯，即係我覺得係譬如第二啲甚至呢一球，即係阿謝拉特神奇隊長，佢以為自己着緊利物浦嘅波衫，所以佢個線嗰球助攻好靚啊，線俾阿蘇亞雷斯，蘇亞雷斯右面，阿謝拉特咁好，咁啊前間呢個波送運動咯，咁啊結束咗英格蘭應該又係又一年嘅體育場，西班牙一樣，所以我就話係咪其實嗰個聯賽？爭持得越激烈，嗰個國家咧，即係佢嗰個消耗嘅體能好勁嘅。但我唔知會唔會因為譬如德甲一早已經買人已經攞咗啦嘛，咁即使你話係意甲嘅話，又係即係早幾日即係零抗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即係你哋西班牙打到最後，嗰一兩場，佢英超又打到最後兩場，大家都真係借晒啦，真係，所以係因為咁樣。主要係呢一個英格蘭嘅太太同一場即係如果今年如果能夠早啲即係放呢個英格蘭太太同一場，佢哋就唔使去到巴塞巴開心搞抽筋啦。其實你任何運動都係可以同樣嘢扯上好大嘅關係。佢抽筋就好講啦，佢係乜都可以，一定係有關係，一定係扯上嚟。你扯住你佢扯住條筋啊嘛！今年嘅嗰個體能嘅狀況已經係差咗，因為話呢場對英格蘭球迷㗎啦，已經由溫度由30幾度跌翻落去10幾度咧，已經係幫助到英格蘭好大抽筋啦。咁冇抽筋。
上差唔多已經接近就走咁滯啦。數字上面可能check in 就係去到機場嗰度差唔多啦，差唔多。係啊，但係你要淨係意大利贏晒其餘嗰兩隊，咁跟住其餘嗰兩隊互相打之後咧，我哋仲要賭添喎，即係如果你打即係要呢一個嘅烏拉圭又係你要即係利物浦要利物浦，英格蘭咧要狂殺呢一個哥倫比亞定咩先至能夠有機會係即係叫數字上可能係入到啫嘛，咁但係呢個好低啦。不過每一次世界盃英格蘭都係咁噶啦，即係英雄同嗰個罪人咧，佢即係拉埋一齊，一行就笑一路買咁就啦，由英雄變罪人咧。即係再上邊加斯居尼又係啦，英雄又變罪人。今年都係有多咗，即係有一個傳說啦，就係英雄變罪人，咁啊又係即係謝拉特神奇隊長，咁又送走自己隊波咁。咁啊呢個係即係英格蘭宿命係嘛？宿命嚟嘅，都係英格蘭 fans 裏面最希望有嘅一樣嘢。因為如果唔係，都唔知做咩啊今年係咪？即係因為你大家見到個形勢咧，就算入到8強之後，即係英格蘭幾遠咧，今年都係精神唔同，所以都係要揾翻呢一隊嘅即係英格蘭嘅宿命英雄。今年我覺得可能終於即係謝拉特完成咗，咁可以成為咗英格蘭足球史上面其中一個即係偉大人物啦。不過咁嘅，即係人生可能都係咁啦。你就係即係如果係順順利利嘅，或者係即係冇呢啲無風無浪嘅冇事發生嘅，咁你寫自傳嘅時候會寫噶嘛？係咪即係嗱你但係通常你係即係對於一啲挫敗啊，再多呢啲即係有呢啲咁嘅事咧，你係先至會即係成個嗰個嘅傳記咧先至豐富噶嘛。咁就一笪就點樣開始即係足球或者佢成個嗰個嘅喺英超嘅足球生涯，其實都要獻俾佢個表弟嘛。佢表弟喺嗰個希斯堡慘劇裏邊係其中一個嘅死難者啊嘛，好細個嘅時候，十零歲嘅時候。咁所以我就即係如果阿謝拉特係佢個開始個足球，甚至係一路走到而家咁好多嘢去技術嘅時候，其中呢兩個，我相信係最難忘嘅線走嘅錦標啩，係咪啊？咁啊，送走係可能係佢其中即係回憶錄裏邊一篇最重要嘅文章啦。係啊，咁啊，同樣喺香港裏面嗰啲即係如果將我哋嗰啲價值啊送走嘅一啲官員喺第時嘅回憶錄裏面，會唔會寫翻呢啲嘢出嚟啊？好多個都係有份，即係送走香港嘅。咁啊，當然啦，你睇謝拉特嘅時候，戥佢肉赤啦，係咪？係啊，好辛苦啊！你咁樣就一線一線腳，跟住冇到半個，線一線個頭，你係成隊英格蘭咁啊，送埋翻去咁樣嚇，嗰個心情到底係點樣咧？因為你見到佢影住佢嗰個相入邊，因為嗰個即係係啊落寞啊，嗰個流浪嗰個情況咧，即係會唔會有啲即係抑鬱㗎？定話呢隊嘅即係運動員即係面對咁多風風浪浪，其實當冇嘢，轉頭已經喺度跳緊舞咧？以謝拉特嚟講，應該即係可以好快嘅，因為佢有一種情況，一落去人哋去走翻撩佢咧，佢又係有種可以有啲靚人出個玻璃嗰種即係力量㗎嘛。咁即係啲巴西嗰啲其他球迷小心少少啦。官員係點樣咧？官員喺英格蘭咧，今日咧就好多嗰啲人都喺度即係報章上面講到咧，個個都打晒頭啊，個個啲即係英格蘭嘅一啲官員啊，係嗰班就慘啲，但係即係望住嗰班朋友咧，香港個官員啊，我問你係咪英格蘭？飛咗唔係香港官員飛咗英格蘭。係咩？係啊，因為呢一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30週年之後，送走嗰啲一國兩制啊，送走嗰啲基本價值嗰啲咧，嗰啲又點樣咧？嗰班送走咧，今日亦都要送走埋，即係最好唔單止基本嘅價值送走埋所有今日會去即係立法會嘅一啲朋友。嗱，我都有咁諗嘅喎，其實咧，即係有部分官員嘅，我都覺得佢係寫香港嘅，都係為香港好嘅。但係有一啲嘅，即係你見到特別係某啲所謂政治任命嘅新嗰啲嘅官員咧，即係唔係喺香港即係 AO 系統長大，即係成長嗰啲咧，有啲新嘅咧官員，你俾個感覺就最好越送走香港越多越好，你明唔明啊？即係最好呢啲咁嘅咩核心價值啊，嗰7000億嘅最好越盡快嘅使晒佢。嗱，你諗下2000億又話唔知起新嘅跑道，1000億又話起去唔知駁去深圳嘅邊條鐵路，跟住又300億又咩聯防，700億又唔知邊間度，都唔使知嘅，好似睇到謝拉特離開球場嘅時候頭耷耷嗰啲樣啊！唔會係啊，成我高頭添啊！搞掂啦，完成咗歷史任務，即係佢覺得呢樣嘢係佢送走，亦都係佢回憶錄裏面重要嘅一篇嚟嘅。係啊，就好開心咁樣送走。係啦。
祖國融合，仲盡快將香港送翻落祖國嘅懷抱，即係唔單止真係個名義上嘅，實際上都要咁樣做啦。我覺得佢哋就係即係有呢啲咁嘅心態咯。咁啊，觀眾啊睇住送走係咪無能為力咧？定係話原來都可以即係出一分力咧？去即係喺即係仲有少少嘅呢一個喺出局嘅邊緣嗰度啊，拉翻嚟。所以我就話6月22號重要啦，即係如果大家能夠走出嚟，好多人都話要投咩嘢啊，即係都唔知嘅喎，係確實係即係呢一次嘅全民投票咧，投咩都好啦，冇所謂啦，你第時乜嘢冇得投啦嘛。係啊，我覺得係啊，所以我就咁即係下一個就會係你可能就喺度。冇錯，係啦，唉，就係咁樣送走咗啦。唉，當初我做貼線腳係啊，當初唔知唔線腳咧，就係自己線自己添啊。係啊，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你喺6月22號開始，佢因為有，其實我真係覺得冇乜相關係投咩票。其實真係冇乜相干，其實交咩票俾你投啫？其實香港剩翻唔多㗎咋。幾啦，見到啦，投健哥金谷又好，係咪先？我最喜愛球員又好，係嘛？即係琴晚英超最唔係琴晚世界盃最精彩邊個入球又好，呢啲有得投。梗係要投。係啊，是但投啲嘢咁樣，呢個係你嘅即係一個自由嚟㗎嘛。係啊，有機會。你唔係好多嘅機會，仲有即係能夠有呢啲自由同埋有呢啲咁嘅機會嘅咋。所以我就話嗱，佢3個有呢3個方案。香港最靚廁所啊，洗手間嗰啲商場最靚廁所。係啊，咩都投啊，難次啦。係啊，咩都投啊。咁我就話即係你呢3個方案其實係無論你話係咩3位方案啦、學民思潮啊，定係邊一個方案都好啦。其實大家唔中意揀嘅，仲有第4個選項啊嘛，就全部我都唔要，即係仲可以咁噶嘛。甚至你投棄權票都得嘅，其實。只不過今次嘅就話，如果我哋投出咗一個方案出嚟，呢個方案咧就會變成咗我哋嘅共識啦。就話嗱，交俾立法會，交俾阿爺，我就話俾你聽，我哋係要呢一個嘅普選嘅方案嘅。咁受唔受咧？咁呢個就當然肯定唔受㗎啦。係啦，肯定係啦。但係如果你連呢一個嘢都冇嘅話，咁佢話唔熟，話乜仲乜啦，係咪先？我覺得仲有一個嘅討價還價嘅機會咯。即係如果有個呢一個真係大家共識嘅方案嘅話，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如果你唔想跣走一啲嘢嘅，我哋真係我哋送走香港咁，喂，我哋都即係大家都喺呢一度唔坐一條船，係咪先？我哋都好愛呢個地方㗎嘛，即係愛到一樣嘢，咁你咁愛嘅時候，你冇理由就乜嘢都唔做㗎嘛。嗰啲粉絲一定會覺得，未至於會出嘅可能嘅，係嘛？仲計條數可能嘅，可能就係少少，就係嗰少少咧。呢種少少嘅希望就能夠即係聚得夠多嘅話咧，就可以爆發到所以今次嗰個投票其實講緊嘅都係個人嘅數量。係啊，如果我哋不斷喺網上面又俾人封殺，又俾人哋阻擋，其實我哋咩票唔緊要，行咗出嚟。你點解會即係佢要揾黑客搞你啫？唔想你咁多人出嚟投啫嘛。咁如果你連你話你黑客唔俾我手機，唔俾我電腦投嘅，我自己行出嚟投咯，即係咁簡單。我哋有手有腳，10年前我哋都係自己行出嚟投㗎啦，係咪？我哋都唔會有呢一個嘅即係手機啊、電腦嗰啲嘅投票，所以即係6月22號開始，其實有10幾個票站俾大家去到揀嘅。咁我覺得大家係盡一份嘅力啦。咁啊，今日嘅報章嘅 A1啊，主調喺邊度咧？咁當然就係今日即係黃昏，應該係即係係咪夜晚啊？夜晚就係呢一個即係撥款啦。咁啊撥款，咁啊會再做一個審議嘅。咁啊審議之餘咧，當然啦，最大嘅就係即係防暴啦，係嘛？下一個 issue 就係喺呢一個角度嗰度啦。譬如新報啊、AM730啊，都係用咗呢個角度啊。星島日報都係咁啊，讀下出嚟先 AM730㗎。咁另外新報就話，劉會金再以東北。